排隊係香港日常生活一部分，搭車、買嘢、入餐廳，幾乎樣樣都要排。點解排隊文化咁強呢？第一個原因係人口多。當資源有限，人數又多，排隊係最簡單同公平嘅方法，避免混亂同爭拗。第二個原因係效率。排隊唔一定慢，反而可以令流程更清晰，大家知道輪到邊個，事情反而做得更快。第三個原因係社會習慣。香港人長期生活喺高密度環境，慢慢形成一種默契，知道守秩序對大家都有好處。當有人插隊，反應通常會好大，因為破壞咗共同規則。排隊表面係秩序，背後其實係城市運作嘅一部分。你覺得香港排隊文化係好習慣，定係一種壓力？留言講下你嘅睇法。